脏的啦。脏没有关系啦，因为我要把它放到菜园里面去，我要跟土混在一起而已。是啊。对。那你如果要的话，这个和你扫没紧啊。你把它扫起来送你。好，你就把它装上冷饭便宜一点。谢谢你。 米糠，嗯。 有点不一样啊，是烧烤。谢谢。上去，然后你可以还有5包。谢谢。好，先靠，好好。
木，你现在要干嘛？我去买那个美钙肥，苦土石灰。苦土石灰。对，为什么你要买苦土石灰？我的菜园的部分呢，需要放在我的视频里面，也有那个杀菌的用法，而且也有那个钙、开心，帮助我们的菜浆比较强。还有镁，还有镁是你把它叫做镁钙肥，美钙肥。苦土石灰。对。